桃园市中立体育园区附近有2窟碑啊，荒倒废土，价共是7000外币。市政府是发现90万，嘛查扣业者的乌土机，佮要求涉案的建筑工地要停工哦。一寡外来废土来源佮会查，桃园市政府是呼吁中央佮地方来做回修法进行管制。道路边啊，围里啊来的碑堂对板废土已经完全看不出碑堂的样貌。桃园中立体育园区附近2个碑堂，互人非法倒废弃土，面积4400平甲2600平，废土量大约是34200立方公尺。也有民众向议员反映，卡街附近的沟啊，正好黄土塌掉。这个说大车所带来的黄土淤积在水沟里，又加上连日大雨，造成水沟无法排水，结果这些积淹水都到路面上来。市府表示，这摆荒倒废土的碑堂，拢是私人的产权，属于都市计划农业区。干务局3月巡查时，发现园区新员工的影响到交通号志，几摆互破坏。宣传发现有山脚车怪手出入倒土的情形，以废惩罚闸口怪手啊，都市计划法裁罚90万。应经高科技清查，本案之土方有部分来源为本市之建筑工程，除要求立即停工外，并勒令其将土方载回原处。针对碑堂非法吞土案，市府表示，桃园工地出土土方爱加装 GPS 追踪，已经对确诊涉案工地下令停工，搁下令因就土方载回原来所在。不过也是有外关切的废土来源，也呼吁中央甲地方联手修法，制定更较完整的配套政策，为源头管控土石方的流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